減肥難唔甩秤，可能唔係你唔夠努力，可能係你咧未搞清楚自己屬於邊一種肥胖。今日咧就從中醫角度同大家講清楚。先睇痰濕型嘅肥胖，呢類人咧成日覺得四肢困重，唔想喐，朝早瞓醒咧眼皮腫，而且面部頭髮中意出油，大便黐馬桶。呢種咧調理上咧就需要健脾祛濕，可以攞陳皮茯苓祛濕茶，準備咧陳皮5克，茯苓10克，炒薏米15克，加水600毫升，小火熬20分鐘就可以啦。每日咧飲幾次，有健脾祛濕化痰嘅作用。再睇下氣血不足嘅肥胖，呢類人咧周身肥肉圓朵朵，稍微喐下咧就攰得不得了啦，面色發白冇血色，經常頭暈心慌。呢個時候咧就需要補氣養血，可以試一試紅棗桂圓枸杞茶，可以攞紅棗6粒，桂圓5粒，枸杞10克，用500毫升嘅滾水沖泡，冚上個蓋焗佢10分鐘就可以飲啦。反覆咧泡到佢咧冇味覺，有補氣養血嘅作用。你學識未啊？